歡迎入嚟齋聽唔使睇。今日繼續同大家講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上次講緊葉文潔被調到監聽部，佢開始能夠接觸多啲紅岸工程嘅核心工作。有一日基地領導決定同佢講出紅岸嘅機密。原來紅岸工程嘅核心任務係嘗試接觸外星文明。齋聽唔使睇，一齊嚟聽故事啦。第13部紅岸工程。聽完葉文潔嘅講述，汪淼問葉老師，我有個問題，喺嗰陣時探索外星文明只係定位係一個有啲邊緣化嘅基礎研究，點解紅岸工程有咁高嘅保密級別呢？其實呢個問題喺紅岸工程嘅最初階段就有人提出過，一直延續到紅岸嘅最後。而家你應該有咗答案啦。我哋只可以佩服紅岸工程最高決策者思維嘅超前。汪淼深深咁點點頭講，係真係好超前。一旦同外星文明建立接觸，人類社會會受到乜嘢同埋幾大程度嘅影響？呢個作為一個嚴肅嘅課題，被系統深入研究，仲只係近2年嘅事。但呢項研究急劇升溫，得出嘅結論令人震驚。以前天真嘅理想主義願望破滅咗。學者們發現，同大多數人美好嘅願望相反，人類唔可能作為一個整體同外星文明接觸。呢種接觸對人類文化產生嘅效應唔係融合，而係割裂；對人類唔同文明間嘅衝突唔係消解，而係加劇。總之，接觸一旦發生，地球文明嘅內部差異將急劇拉大，後果可能係災難性嘅。最驚人嘅結論係，呢種效應同接觸嘅程度同方式，單向定雙向，以及所接觸嘅外星文明嘅形態同進化程度冇任何關係。呢個就係蘭德思想庫社會學學者比爾馬修喺10萬光年鐵幕 SETI 社會學呢本書入面提出嘅接觸符號理論。佢認為同外星文明嘅接觸只係一個符號或者開關，唔理其內容係點，都會產生相同嘅效應。假如發生一個僅僅證明外星文明存在但冇任何實質內容嘅接觸，內來馬修稱之為緣。接觸內來奇效應都能夠透過人類群體嘅心理同文化透鏡被放大，對文明嘅進程產生巨大嘅實質性影響。呢種接觸一旦被某個國家或者政治力量所壟斷，其意義同經濟同軍事實力相當。汪淼問：咁紅岸工程嘅結局呢？你應該諗得到啦。汪淼又點點頭，佢當然知。如果紅岸成功咗，世界就唔係而家嘅世界。但佢都係講咗一句安慰嘅話，其實成功與否而家仲唔知。紅岸發出嘅電波到而家喺宇宙中都冇走得多遠啦。葉文潔搖搖頭話，電波信號傳得越遠越微弱，太空中干擾太多，外星文明收到嘅可能性好細。研究發現，為咗令宇宙中嘅外星文明收到我哋嘅電波信號，我哋嘅發射功率應該同一個中等行星嘅輻射功率相當。蘇聯天體物理學家卡達謝夫曾經建議，可以根據宇宙中唔同文明用於通訊嘅能量嚟對佢哋分級。佢將想象中嘅文明分為1、2、3呢3種類型。1型文明能夠調集同地球整個輸出功率相當嘅能量用於通訊。嗰陣時佢嘅估計，地球嘅功率輸出約10^15當16瓦。2型文明能夠把相當於一粒典型行星嘅輸出功率12-16瓦用於通訊。3型文明用於通訊嘅功率達13-16瓦，約等於整個星系嘅功率輸出。目前嘅地球文明只能大致定為0.7型以升，連1型都未達到。而紅岸嘅發射功率又僅僅係地球能調集嘅輸出功率嘅千萬分之一。呢一聲呼喚就好似萬里長空入邊一隻蚊子喺度嗡嗡叫，唔會有邊個聽得到。但如果嗰個蘇聯人所設想嘅2同3型文明真係存在，我哋應該聽到佢哋嘅聲音。紅岸運行嘅20多年，我哋乜嘢都冇聽到。汪淼話：諗到紅岸同 SETI， 會唔會呢一切努力最後證明咗一件事？宇宙中真係只喺地球上有智慧生命。葉文潔輕輕嘆咗口氣話：從理論上講，呢個可能係一件永遠冇結論嘅事，但從感覺上，我仲有每一個經歷過紅岸嘅人都認同呢點。汪淼話：紅岸項目被撤銷真係好可惜，既然建造咗，
就應該運作落去。呢個係一項真正偉大嘅事業啊！紅岸係逐漸衰落㗎，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仲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改造，主要係升級咗發射同監聽部分嘅計算機系統。發射系統實現咗自動化，監聽系統引進咗2台 IBM 中型計算機，數據處理能力提高咗好多，能同時監聽4萬個頻道。但後來隨住眼界嘅開闊，啲人都清楚咗外星文明探索嘅難度，上級對紅岸工程漸漸失去咗興趣。最先睇到嘅變化係基地嘅密級降低咗。嗰陣時普遍認為紅岸咁高嘅保密級別係小題大作。基地警衛兵力由1個連減少到1個班，再到後來只剩下1個5人保衛組，都係喺嗰次改造之後。紅岸嘅編制雖然仍在二炮，科研管理就移交到中科院天文所，於是承擔咗一啲同外星文明搜索冇關係嘅研究項目。汪淼話：你好多成果就係喺嗰陣時做出嚟嘅。葉文潔話：紅岸系統最初係承擔咗一啲射電天文觀測項目，嗰陣時佢係國內最大嘅射電望遠鏡。後來隨住其他射電天文觀測基地嘅建立，紅岸嘅研究主要集中喺對太陽電池活動嘅觀測同分析上，為此仲加裝咗一台太陽望遠鏡。我哋建立嘅太陽電池活動數學模型嗰陣時喺嗰個領域係領先嘅，都有一啲實際應用。有咗後來呢啲研究同成果，紅岸嘅巨額投資總算有咗少少回報。其實呢一切有相當部分要歸功於雷政偉，當然佢係有個人目的嘅。嗰陣時佢發現喺技術部隊搞政工前景唔太好，佢入伍前都係學天體物理學嘅，於是就想翻嚟搞科研。紅岸基地後來引進嘅外星文明探索之外嘅項目，都係佢努力嘅結果。汪淼話：翻到專業上邊有咁容易？嗰陣時你仲未平反，我睇佢多數係將你嘅成果署上自己個名啦。葉文潔寬容咁笑笑，冇腦雷。紅岸基地早就完咗，紅岸被劃到軍轉民範圍內後，軍方就完全放棄咗佢。中科院維持唔起基地嘅運行費用，一切就都結束咗。葉文潔冇多講佢喺紅岸基地嘅生活，汪淼都冇問。進入基地後嘅第4個年頭，佢同楊慧玲組成咗家庭。一切都係自然發生嘅，好平淡。後來喺基地嘅一次事故中，楊慧玲同雷志成雙雙遇難，楊東作為遺腹子生咗落嚟。佢哋母女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紅岸基地最後撤銷時，先離開雷達峰。葉文潔後來喺母校教授天體物理，直到退休。呢一切汪淼都係喺密雲射電天文基地聽沙瑞山講嘅。葉文潔用一種悠長嘅聲調講，好似喺度同小朋友講故事咁。外星文明探索係一個好特殊嘅學科，佢對研究者嘅人生觀影響好大。夜深人靜嘅時候，從耳機入面聽緊嚟自宇宙冇生命嘅噪聲，呢把聲隱隱約約，好似比嗰啲星星仲永恆。有時又覺得嗰把聲好似大興安嶺冬天入面沒完沒了嘅寒風，令我覺得好凍啊！嗰種孤獨真係冇法形容。有時落夜班仰望夜空，覺得群星就好似發光嘅沙漠，我自己就係一個被丟棄喺沙漠上嘅可憐細路。我有嗰種感覺，地球生命真係宇宙中偶然入邊嘅偶然。宇宙係個空蕩蕩嘅大宮殿，人類係呢個宮殿中唯一嘅一隻小螞蟻。呢個想法令我後半輩子有一種好矛盾嘅心態。有時覺得生命好珍貴，一切都重如泰山；有時又覺得人係咁渺小，乜嘢都不值一提。反正日子就喺呢種奇怪嘅感覺中一天天過去，唔知唔覺人就老咗。對於呢個為孤獨而偉大嘅事業貢獻咗一生嘅可敬老人，汪淼想安慰幾句，但係葉文潔最後一直話令佢陷入咗同樣悲涼嘅心境，佢乜嘢都講唔出，只講葉老師，邊日我陪你再去紅岸基地遺址睇睇。葉文潔緩緩搖搖頭，小汪，我同你唔同啊，歲數大咗，身體又唔好，乜嘢都難預料，以後就係過一日算一日啦。望住葉文潔滿頭銀髮，汪淼知佢又諗起女兒。從葉文潔屋企出嚟之後，汪淼心緒難平。呢2日嘅遭遇同紅岸嘅故事，呢2件冇關聯嘅事糾結埋一齊，
令世界喺一夜之間變得好陌生。返到屋企之後，為咗擺脫呢種心緒，佢打開電腦，着上 V 裝具，第三次進入三體。佢嘅心態調整得好成功。當登錄界面出現時，汪淼好似換咗個人咁，心中立刻充滿咗莫名嘅興奮。同前兩次唔同，汪淼呢次係帶住一個使命嚟嘅，佢要揭示三體世界嘅秘密。佢重新註冊咗一個同呢個相稱嘅 ID 哥白尼。登錄三體後，汪淼又企喺嗰片遼闊嘅平原上，面對三體世界詭異嘅黎明。巨大嘅金字塔喺東方出現，但汪淼即刻發現佢唔係紂王同墨子嗰座金字塔，佢有哥特式嘅塔頂，直插凌晨嘅天空，令佢諗起尋日早晨喺王府井睇到嘅羅馬式教堂。但嗰座教堂如果放到金字塔旁邊，不過係佢嘅一個細門庭。佢仲睇到遠方好多顯然係乾倉嘅建築，但形狀都變咗哥特式建築，尖頂細長，好似大地長出咗好多根刺。汪淼睇到金字塔上一個透出幽幽火光嘅洞門，就行咗入去。洞內嘅牆壁上，一排已被燻得黝黑嘅奧林匹斯諸神雕像舉緊火炬，行入大殿，發現呢度甚至比門洞入邊仲昏暗。只有一張長長嘅大理石台上，有兩支銀燭台上嘅蠟燭喺度昏昏欲睡咁亮緊。台旁坐咗幾個人，昏暗嘅光線令汪淼只能夠睇清佢哋面龐嘅輪廓。佢哋嘅雙眼都隱藏喺深眼窩嘅陰影中睇唔到，但汪淼感覺到聚集到佢身上嘅目光。呢啲人好似着緊中世紀嘅長袍，仔細睇仲有一兩個嘅長袍更簡潔啲，係古希臘式嘅。長台嘅一頭坐住一個瘦高嘅男子，佢頭上戴嘅金冠係大殿中除咗蠟燭外唯一閃亮嘅嘢。汪淼喺蠟燭嘅光亮中，好費力咁睇出佢身上嘅長袍同其他人唔同，係紅色嘅。到呢度，汪淼確定咗自己嘅判斷，呢個遊戲係為每個玩家單開一個進程。而家嘅歐洲中世紀副本係軟件根據佢嘅 ID 而選定嘅。戴金冠着紅袍嘅人講：你嚟遲咗，會議已經開始咗好耐。我係格里高利教皇。汪淼努力回憶自己並唔熟悉嘅歐洲中世紀史，想從呢個名字推斷出呢個文明進化嘅程度，但諗到三體世界中歷史嘅混亂，又覺得呢種努力冇多大意義。着住古希臘長袍，有一頭白色嘅歪髮嘅人講：你改咗 ID， 但我哋都認得你。喺以前嘅兩次文明中，你好似去過東方遊歷。哦，我係亞里士多德。汪淼點點頭，係啊，我喺嗰度目睹咗兩次文明嘅毀滅，一次毀於嚴寒，一次毀於烈日。我仲睇到東方嘅學者們為掌握太陽運行規律而進行嘅偉大努力。一個留住上翹山羊王比教皇更瘦嘅人喺陰影中發出聲音。東方學者企圖從冥想、頓悟甚至夢遊中參透太陽運行嘅秘密，可笑之極。亞里士多德介紹呢個係伽利略，佢主張應該從實驗同觀測中認識世界，一個工匠式嘅思想家，但佢已取得嘅成果，我哋都係不得不正視。汪淼講，墨子都進行咗實驗同觀測，伽利略又黐咗一聲，墨子嘅思想仍然係東方嘅，佢不過係披住科學外衣嘅玄學家，從來冇認真對待過自己嘅觀測結果，就憑住主觀臆測建立宇宙嘅全模擬模型。可笑，可惜咗嗰啲精良嘅設備。我哋唔同，我哋喺大量觀測同實驗嘅基礎上進行嚴密嘅推論，建立起宇宙嘅模型，再翻去實驗同觀測度檢驗佢。汪淼點點頭，呢個係正確嘅，呢個正正係我嘅思想方法。教皇帶住譏諷講：你係唔係都帶咗份萬年曆嚟？我冇萬年曆，只帶嚟咗以觀測數據為基礎而建立嘅宇宙模型。不過要說明，即使呢個模型係正確嘅，都唔一定能夠憑借佢掌握太陽運行嘅精確規律編撰萬年曆。但呢個畢竟係必須走嘅第一步。幾聲孤單嘅掌聲喺陰冷嘅大殿中回蕩，呢啲掌聲係伽利略嘅。好好，哥白尼，好好。你呢種現實嘅符合實驗科學思想嘅想法，係大多數學者唔具備嘅。就憑呢點，你嘅理論都值得聽一聽。教皇對汪淼點點頭，講嚟聽下。
汪淼行到長台嘅另一端，等自己鎮定咗一下先講。其實好簡單，太陽嘅運行之所以冇規律，係因為我哋嘅世界中有三粒太陽，佢哋喺相互引力嘅作用下，做緊無法預測嘅三體運動。當我哋嘅行星圍繞住其中一粒太陽做穩定運行時，就係行紀元。當另外一粒或者兩粒太陽運行到一定距離內，其引力會將行星從佢圍繞嘅太陽邊奪走，令佢喺三粒太陽嘅引力範圍內游移不定時，就係亂紀元。一段唔確定嘅時間後，我哋嘅行星再次被某一粒太陽捕獲，暫時建立穩定嘅軌道，行紀元就又開始咗。呢個係一場宇宙橄欖球賽，運動員係三粒太陽，我哋嘅世界就係個波。昏暗嘅大殿中響起幾聲乾笑，笑死佢。教皇冇表情咁講，企喺門前嘅兩個身穿鏽跡斑斑嘅全身盔甲嘅士兵，立刻好似兩個笨拙嘅機器人咁朝汪淼行過嚟。伽利略嘆息住擺擺手，笑啦，本來對你抱有希望，原來只不過又係一個玄學家或者巫師。阿里士多德同意，咁點點頭話，呢種人而家已經成咗公害。汪淼推開捉住佢嘅嗰兩個士兵嘅鐵手套，話，你都要俾我講完啩。伽利略偏住頭問，你見過三粒太陽咩？定係有其他人見過？每個人都見過。咁除咗呢個喺亂紀元同行紀元入邊出現嘅太陽外，另外兩個喺邊度？汪淼話，首先要說明，我哋喺唔同時間睇到嘅可能並唔係同一粒太陽，而係三粒中嘅一個。另外兩粒太陽就係飛星，當佢哋運行到遠距離時，睇落嚟好似星星。伽利略不以為然咁搖搖頭，你缺乏起碼嘅科學訓練。太陽係連續運行到遠距離嘅，唔可能跳躍過去啊。所以按你嘅假設，應該仲有第三種情況，太陽比正常狀態細，但比飛星大，佢應該喺運行中逐漸變成飛星大小。但我哋從來冇睇過咁嘅太陽。你既然受過科學訓練，就應該喺觀測中對太陽嘅結構有啲了解。呢個係我最引以為自豪嘅發現。太陽係由深厚但稀薄嘅氣態外層同緻密灼熱嘅內核構成嘅。好啱。但你顯然冇發現太陽嘅氣態外層同我哋行星大氣層間奇特嘅光學作用。呢個係一種類似於偏振嘅現象，令到喺太陽超出一定嘅距離時，從我哋嘅大氣層入邊觀察，太陽嘅氣態外層突然變得透明不可見，只能夠睇到佢嘅發光內核。呢陣時，太陽喺我哋嘅視野中就突然縮到內核大小，變成咗飛星。正正係呢個現象迷惑咗歷史上各個文明嘅研究者，令佢哋冇意識到三個太陽嘅存在。而家你哋明白咗點解三粒飛星嘅出現預示住漫長嘅嚴寒？因為呢陣時三粒太陽都喺遠方出現咗短暫嘅沉默，大家都喺度思考。阿里士多德首先發現，你缺乏起碼嘅邏輯訓練。冇錯，我哋係有可能睇到三粒飛星，並且佢哋嘅出現總係伴隨住毀滅性嘅嚴寒。但係按照你嘅理論，我哋仲應該有可能睇到三粒正常大小嘅太陽。呢個係從來冇發生過嘅事，喺所有文明留下嚟嘅記載中，從來冇發生過。一個戴住形狀奇怪嘅帽子、留住長鬚嘅人，第一次企起身講話。等等，歷史好似有記載，有一個文明見過兩粒太陽，嗰次文明立刻毀滅於雙日嘅烈焰中，但呢個記載好模糊。哦。我係達芬奇。伽利略大叫，我哋講嘅係三粒太陽，唔係兩粒。按佢嘅理論，三粒太陽一定會出現嘅，好似三粒飛星一樣。汪淼鎮定咁講，三粒太陽出現過，都有人睇過，但睇到佢哋嘅人唔可能將信息流傳落嚟，因為當佢哋睇到呢個偉大嘅景象時，最多只能夠再活幾秒鐘，唔可能逃脫並幸存落嚟。三日凌空係三體世界最恐怖嘅災難。嗰陣時，行星地表會喺瞬間變成冶煉爐，高溫能夠融化岩石。喺三日凌空中毀滅嘅世界，要經過漫長嘅時間，先能夠重現生命同文明。呢個都係冇歷史記載嘅原因。沉默，所有人都望住教皇。教皇溫和咁講：燒死佢。佢臉上嘅笑，汪淼有啲熟悉，係紂王嘅笑。
大殿入邊立刻活躍起嚟，大家好似遇到乜嘢喜事咁。伽利略等人興高采烈咁從陰暗嘅一角搬出一具十字火刑架，佢哋將架上嘅一具焦黑屍體取落嚟抌到一邊，將火刑架豎起身。另一啲人則興奮咁堆木柴。只有達芬奇對呢一切無動於衷，坐喺台邊思考緊，不時用筆喺台面計算緊乜嘢。亞里士多德指嗰句焦屍講：布魯諾曾經喺呢度同你一樣亂講一通。教皇無力咁講：用文火。兩個士兵用耐火嘅石棉繩將汪淼綁到火刑柱上。汪淼用仲能夠動嘅一隻手指住教皇講：你肯定係個 NPC。至於你哋其他人，唔係 NPC 就係白痴。我仲會登陸翻嚟㗎。伽利略怪笑住講：你翻唔嚟，喺三體世界中，你將永遠消失。咁你肯定都係個 NPC。一個正常人唔可能連呢點網絡常識都冇。呢度最多記低我嘅 MAC 號，換台電腦換個 ID 上就得。到時候我會宣布自己係邊個。達芬奇抬頭睇咗汪淼一眼，講：系統已透過 V 裝具記低咗你嘅視網膜。特指講完埋頭繼續自己嘅演算。汪淼突然感到咗一陣莫名嘅恐懼，大叫話：你哋唔好咁樣，放我落嚟。我講嘅係真理。亞里士多德獰笑住講：如果你講嘅係真理，就唔會被燒死。遊戲對走啱路嘅人係一路放行嘅。講完，掏出一個銀色嘅斯普打火機，灑咗一個複雜嘅把戲，鏘嘅一聲打着咗火。就喺佢伸手喺柴堆上點火時，一道紅色嘅強光從門洞射入，接着湧入一股攜帶住煙塵嘅熱浪。一匹馬穿透強光跑入大殿，馬嘅軀體喺度紅紅燃燒，已成咗一團火球。奔跑時，火焰呼呼作響。馬上騎住一個人，係一個着住重鎧甲嘅中世紀騎士。佢嘅盔甲已被燒得通紅，奔跑時拖住一股白煙。世界剛剛毀滅，世界剛剛毀滅。脫水，脫水！騎士狂呼住，燃燒嘅坐騎撲通一聲栽倒喺地，成咗一大堆篝火。騎士被甩出好遠，一直滾到火刑架下。紅刺嘅盔甲一動不動，只有濃濃嘅白煙不斷咁冒出。從盔甲中流出嘅人油燃燒住喺地上擴散開嚟，好似盔甲長咗一對火嘅翅膀。大殿入邊嘅人都奔向洞門，蜂擁而出，好快消失喺從門外射入嘅紅光中。汪淼奮力掙脫繩索，繞過燃燒嘅騎士同馬，穿過空蕩蕩嘅大殿，跑過熱浪滾滾嘅門廊，嚟到外面。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如果你對故事內容有乜嘢睇法，請多多留言同大家分享。最後記得訂閱、按讚同分享。訂閱完全免費，唔會帶嚟任何麻煩，但我哋訂閱人數不足，就有啲麻煩。希望未訂閱嘅觀眾聽眾可以高抬貴手，感謝收聽，我哋下次見。